基兆業嘅創始人李兆基先生喺2025年3月17號離世，千億資產嘅分配引爆全網熱議，兩個仔就繼承咗佢嘅地產王國，而三個女咧就獲贈現金補償。呢一次事件咧就再次印證咗香港豪門子承業女德才嘅潛規則，背後亦都暗藏咗中港繼承法三大關鍵差異。差異一，配偶優先食股權大有不同。香港嘅玩法咧，配偶先獨吞非土地實產，例如家私啊、珠寶啊、汽車啊呢一啲，再拎50萬過水現金落袋，而剩低嘅遺產先至同仔女五分。內地嘅規則咧就係配偶冇優先權，必須同埋父母仔女平均分。民法典嘅第1127條規定咗遺產係按照下列嘅繼承順序進行繼承嘅。第一順序繼承人包括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；第二順序繼承人係兄弟姊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冇寫遺囑嘅情況之下咧，喺繼承開始之後，由第一順位繼承人繼承嘅。如果係冇第一順位繼承人嘅，先至由第二順位繼承人進行繼承。差異二，父母繼承房公節。香港嘅邏輯咧就係子女在世嘅就鎖死咗父母嘅繼承權啦。咁李兆基咧係有子女繼位嘅，父母自動就出局。內地嘅規則咧就係父母永遠都係第一順位繼承人，就算有仔女在世，父母仍然可以分一杯羹。差異三啦，男女平等紙上談兵。香港實況咧，法例係冇強制男女平等條款嘅。傳統嘅實操當中咧，就係兒子接盤生意，李兆基嘅家族亦都係咁樣嘅，而女兒咧就獲得現金物業補償。咁內地嘅條文法律明文規定繼承權男女平等，但係其實好多農村地區咧，女兒係被剝奪咗繼承權。而李兆基先生嘅房內鬥秘訣咧，就係遺囑註明增產者清力震懾子女。第二，港式嘅遺囑三無優勢，無需公證，有見證人見證就有效啦。一般見證人咧係醫生、律師。第二，無需詳細嘅資產，你就算淨係寫 A 繼承 B 所有嘅財產，亦都係合法嘅。無需固定格式，手寫或者係打印都 OK。而內地嘅遺囑就大有不同啦。根據民法典嘅規定，有效嘅遺囑形式包括自書遺囑、代書遺囑、打印遺囑、錄音錄像遺囑同埋口頭遺囑等。每一種形式嘅遺囑都有具體嘅操作要求，譬如自書遺囑就要求逐頁簽字，寫明日期。第二，代書遺囑就需要2名見證人見證簽字。第三，打印嘅遺囑需要每頁紙簽名撳指模。而作為律師，俾大家幾點忠告：第一，一定要列清楚財產清單，如果係不動產嘅，寫清楚房產證號；如果係銀行卡賬戶嘅，寫清楚賬號。第二，你列清財產之後咧，仲要附上資產嘅憑證，你可以將房產證嘅複印件、銀行卡嘅複印件附喺遺囑上面。第三，如果有多份遺囑嘅，係以最後嘅版本作為標準。